宜兰罗东转运站今仔日启用，馆长林祖苗嘛宣布要实行 T-Pass 2300块的方案，也就是讲民众若有买1800块宜兰的通勤月票，佮有200德1200块的月票，你摕身份证去申请，政府就会补助你700块。罗东新的转运站初步启用，每一年预估会服务500万里次。不过新的站伫火车头东边300公尺，比旧站去车头较远。也若要为新的转运站去车头的问题，民众有无共看法？那个新的会比较方便，然后而且因为会下雨嘛，然后所以新的那边也有那个停车场，所以安全帽也不会湿掉。是的，这还蛮重要的。怎么说？因为蛮常下雨的，而且就算夏天的话，那也蛮烫，那蛮热的嘛，所以需要点遮阳的地方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部分的民众认为宜兰够雨水，罗东火车头去新的转运站，闸海设施无连续，对过路人真无利便。官府讲部分的路口受到技术性的问题，无法度安家护平，官府会想办法改进。人西闹热的鼓声，庆祝罗东新的转运站启用。宜兰县长林祖苗讲，争取的 T-Pass 2300块的方案即时实施，民众只要有1800块宜兰县通勤的月票。12块200套公共运输订机票，还有身份证，就会当去各都客运卖票所在申办。然后登记相关的这些资料以后，那就可以用1100块来买我们1800的月票。官府提醒，若要申请月票的补助，除了1800块宜兰县通勤月票，要使用20天，票内底存的钱要伫1100块以上；200套公共运输订机票，嘛要持有4天以上才会当申办。每个月补助700块。等于是民众开1,100块，就当使用价值5800块的宜兰通勤月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